早安，親愛的弟兄姊妹，讓我們一起來思考今天的經文。5月15日，星期五。你們要忍耐，這是你們操練的一部分。希伯來書12章7節。問題：希伯來書如何幫助我們以正確的視角看待逼迫？要忍耐逼迫，關鍵在於改變我們對困境的看法。使徒保羅幫助希伯來基督徒明白，試煉並非只是障礙，而是靈命成長的契機。神或許會允許我們面對困境，幫助我們成為更好的基督徒。我們應將試煉視為磨練，使我們內在的品格得到提升。當我們專注於試煉所結的果實，堅實而深刻的靈命成長時，就更容易忍受試煉。希伯來書12章11節。保羅的話語格外有力，因為他深知試煉的兩面性。他知道迫害他人的滋味，也曾親身經歷過成為基督徒後遭受攻擊和迫害。哥林多後書11章23至25節。簡而言之，忍耐的關鍵在於將每一次挑戰視為一次學習的機會，它能增強我們的力量，並為未來做好準備。記住，雖然試煉在當時可能感覺很艱難，但這並非你人生的終點，而是你訓練的一部分。就像鑽石需要壓力才能閃耀光芒，你的信心也正在被磨，最終會綻放出美麗的光彩。不要放棄，也不要灰心喪志，你每天都以正直的品格忍耐，都是一次勝利，它會讓你變得更強大、更有智慧，也更親近耶和華。要勇敢地堅持下去，因為你的堅持必將獲得豐厚的回報。祝你明天一切順利，願耶和華上帝賜福你。此致。